百年香路。新营延平郡王府、上帝庙、真武殿、济安宫都有参加活动。大丰南天宫也有参加活动，关雅永安宫、大庄天乐宫都有参加活动，旧营天德宫都有参加活动。南投港龙济寺、南投港郡天宫有啦，南投港郡天宫有啦，南投港九天红火院的是相关观也有。这是因为水灾啊，被那个积水溪的洪水淹到快屋顶了。电视有报道，那就是南投港九天红火院呐，上港要灌呐，上港灌。然后也有拜济公活佛的，龙济寺啊，龙介寺，太子宫都有参加。这字太小了。这字太小，没有办法拍。盐水护庇宫妈祖祭典筹备先生。那个字是什么？台湾日日新报啊。看不太清楚。盐水护庇宫。台湾日日新报，你看。昭和昭和8年3月23日，台湾日日新报，昭和，这昭和8年2月23的妈祖圣诞日，不对，农历3月23，那这个昭和8年的3月23日是不是农历呢？一般说来，通常都不是。台湾日日新报报道了盐水护庇宫妈祖庙。南行筹备会主任委员是赵坤元先生。盐水庙会有跟赵坤元先生有关系，他的祖先可能是盐水大丰，不是盐水番雅那组那边的，后来可能搬到新营的那个徐丑科丘有好多庙，你看编号到92年。先锋南行的先锋是新营太子宫新营太子宫是先锋。出行的先锋是土库上帝庙，土库新营那个土库吗？土库上帝庙。银行都有来啊，这些天后宫、雨地宫都有参加。前台寺殿、大天后宫都有参加。大冲街元和宫也有参加在古代盐水是很兴盛的、繁荣的地方呢。清朝的时候排第4大的城市呢，地府2路3艋甲4月军呢。你看，这个活动跟古代历史
庙会也有关系吧。所以你看参加的庙跟台南府城的也有，你看台南的烟行的，你看都有庙参加活动的。马尾屋寮庆华宫茄东角大将公庙也有，赤桐寮南显宫，田寮永和宫杨头臭宝坛宫，烂头港九天红火院，烂头港地头港的念作地啊，但是一般老人们都念烂头港，郡天宫，那个富镇保安宫后寮。永庆宫、茄东角镇安殿、五间厝、朝龙宫、旧营天德宫、太子宫、富碧宫、红错寮、龙后宫、龙凤宫的红错寮、龙凤宫、下中福王宫、下中富济宫、新营上帝庙、金真武殿、新营王公庙、同济宫、新营济安宫、番仔寮保安宫、新营延平郡王府。大丰南天宫中州寮、中坛宫、下寮代天府、烂头港龙济寺、新营龙虎宫、天人堂龙虎宫、天人堂都有参加活动。尾寮武安宫、案内保兴宫、龙胜宫、白虎代天巡狩新营的龙胜宫在新东街那边，新国中学南边那边新营火车站这个交流道平交道的西边那里，龙胜宫、白虎代天巡狩，有白尾圣地有代天圣地也有供奉赵圣虎天帝君，三国名将赵子龙帝君，赵圣虎天帝君，案内百年宫、姑爷代天府。脚代理真武大帝，新营富碧宫，一筹普照宫、顶寮太保宫，徐筹碑寮，茄兰庙，番寮永安宫、脚代理保安宫，井水港富安宫，井水港忠孝宫，吴渠坑安堂，到茄东元安宫、大庄天乐宫，花宅安乐宫。下林保圣宫、孙错寮保圣宫、孙错寮圣天宫、盐水福安宫、盐水莲湖地藏王庙、盐水大宅内、盐水北兴宫、盐水三王宫、盐水大三太公、盐水书王会、盐水竹安宫、盐水茄兰庙本宫大妈，这是盐水富碧宫大妈，这是神教的编号盐水镇安宫、盐水广济宫、盐水大众庙、盐水镇安宫、盐水龙富宫、盐水武庙武庙都有了。本宫二妈就是富碧宫二妈。盐水龙兴宫、盐水湖南营，湖南宫都是宫的，没有叫营。盐水湖南宫、盐水开基宫、盐水正义堂三王会。盐水长城宫、盐水朱贤宫、盐水北帝殿刚刚有参拜北帝殿。本宫三妈就是盐水富碧宫三妈。本宫太子爷就是盐水富碧宫太子爷。本宫观音佛祖就是盐水富碧宫观音佛祖。本宫梅州天上圣在最后呢，你看。盐水富碧宫梅州天上圣神教是编号92号金鼎顺、中坛元帅、玄净寺。
中坛元帅啊。看后面都还有凌霄宝殿的呢。哦，历史悠久了。一火二路柴门架4月金。哦，你看。哦，你看盐水了，盐水的老街道。街道很美哈。哦，元宵节放风炮那个时候，很多客人呢，那个时候很漂亮，玩得很热闹。南巡活动10月31号到11月4号。哦，10月底到11月初哈，5天的南巡活动，神教编号到92号，哈哈，很不容易遇到了。